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高雄有泌尿科诊所的医师来发现，最近门诊出现真侪患者，拢讲有尿道发炎，讲膀胱真胀，但是要放尿所放袂出来。医生是紧急用尿管来导尿，搭配着药物来治疗，再来控制这个症头。啊，讲这个患者过去拢无病史，拢真健康哦。这个查竟然发现讲，这个人拢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拢拄啊去注完莫德纳疫苗。这泌尿科的医师大家互相讨论了后，才发现讲，原来全台湾各地医师拢有接到类似的病患。医师即摆是怀疑讲，这个泌尿道的系统出状况，恐惊甲注疫苗真有关系。这是病人膀胱的图片，膀胱自原本的400cc增加到500-600cc，不过拢无法度放药，真胀，阁真袂爽快，只好来看医生。急性尿液治疗就是先把尿液放出来，给一些可能就是预防感染、肌肉放松的药。医生讲，这几天因为尿道发炎的人变多，患者的共同点就是拢有。就这么观察，刚好这几个大概都是打完疫苗，大概3天左右就出现这些不舒服。像这位蔡小姐嘛是拄看泌尿科，伊讲家己过去无相关的病史，不过注疫苗了后，却拢无法度放药。我平常喝水也蛮多的，所以觉得怎么会这么突然，就是上厕所会这样子不舒服？我有怀疑过，就是跟莫德纳有关系。除了蔡小姐，还有其他的患者。医生问过其他中北部的医生，发现全台湾拢有类似的案例，跟含注疫苗有关系，需要更较侪患者的数据，才会当进一步提供予中央参考。目前根据资料显示，注莫德纳了后无爽快的状况，包括手会肿、心脏无力、过敏，或者是会头晕、头痛，也袂甲泌尿系统的问题加入去。不过，不管敢是和注疫苗有关系，医生要是服药注疫苗了后，若是有任何的状况，一定要赶紧去医生看来接受治疗。